检调侦办太子集团洗钱案上新的情形，就是再一次约谈这个老姓助理啊，加50万家宝离开。大家对丁介伊啊喙笑目笑啊，拢有印象。这件啊完全无共，伊笑袂出来，因为压力真大，大甲伊吼出来。 前当远地无话挂嘴暗，太子集团姓刘的特助第二摆叫检警约谈，甲顶摆的态度比差真济。有。顶个月初五，人看起来真付出性，交保了后继笑，毋过昨复审的时，当庭靠甲真伤心，承认压力真大。检调继续追查太子集团的金流，单支的台湾业务经理林立添，假去面车含股东例会，原本藏伫咧信义区的招待所，后来烦恼代志不空，就收回藏伫咧新店。规定中姓刘的特助敢若是经手人，所以搁一摆叫约谈。 规排面车停伫咧地下室，这拢是太子集团涉嫌用诈骗拐来的钱，这个买车洗钱，特助敢若有伫咧花销，过去的金额规模会阁继续调查。检警嘛收集到愈来愈侪证据。检察官应该已经掌握相关的证据，认为他不只知悉犯罪集团的不法行为，已经实际有经手金流，因此认为他犯罪嫌疑重大，提高交保金。未来如果认定有罪，刑责也会比较重。 太子集团规模大棚，婚感嘛真有路。姓刘的特助顶摆15万交保，这摆阁加保50万，人开始由问失智。未来什么发生，恐惊无这么简单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